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2日，旧历的正月2日，礼拜2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桃园中坜百货商区附近的新生路，规排店家半暝3点外火烧厝，一栋烧过一栋，总共烧掉5栋3层楼的建筑。消防队出动分推车救出24个大人甲囡仔。 电话卡规片火海，也阁不断的传出爆炸声。中坜闹区新生路半暝3点外，突然间发生大火，风高非常透，连续5栋拢受害。这边用中坜的水条灌救，消防人员破坏铁门，希望当赶紧控制火势。现场拢是2层到3层的建筑，袂少民众半暝闻到烟味，拢惊醒起来，有的赶紧走去到楼尾电话救命。有阿公阿嬷受困伫房间内，消防派上锁管啊，紧赶救出来。 共计救出24位民众，那其中有9位身体不适，我们有送医检查。对监视器的画面看到电火条顶面的变电箱啊咧出火，居民怀疑大火就是对家一路燃烧。人家就想离那边爆炸出来的，摩托车也有爆炸。烟呛到就赶快跑出来了。 画面上赶紧返去厝内摕一寡重要的物件，这顶下骹前的机车、汽车嘛拢烧甲。 乌个变形去，像歹铁啊共款，火镜店、火锅店，也阁有艺诊所，拢无法度营业。警方当咧调查导火原因，确实是毋是变电箱所引起的。